爱情，迄款该相爱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孩子，你好讲我陪嗰条朋友，唔系真久无联络嘅，因为肺炎又找来请你啊。听记条讲，迄位对嘅姐妹有样无啊？ 佢姐妹對你來講，真重要係冇？迄記得哦，先欺負人啊，還敢惡人先告狀。孩子，你敢做得講較清楚條誒？迄記得欺負你，像這樣中意嘅姐妹，還係有其他嘅原因啊？我唔得記得哦，迄樣會講嘅啊。 反正迄記條先通書嘅啊，楊淑慧講起哦，根本就唔認識記條啊。哼，而且我看唔慣哦，誰來欺負誰妹啊？楊淑慧哦，一次就懂怪，身上咩感覺，見每老學講我背嘅條人有嘛嘅關係？本來就係啊，我嘛知道佢係好學生嘅啊。唔過太子，你咩老嘅條人？ 大都太厲害咧！迄記條哦，無才挑啊，會爭一殺誒，還會保護楊淑慧誒。也係啦，不過上大就係違反交規嘅。不過也擺哦，係為到保護辦學嘅姐妹同學，也算咩有理由。先生批定你，去老清楚音講清楚，好冇啊？ 算了啦，反正哦，青春院佢經認定係壞學生誒，故所講嘛嘅都無效誒。佢用會做定哦，假使哦，你冇老清楚音講清楚，佢本期幾個，佢唔要會休學嘅。佢就唔是讀嘅啊。太子，你同佢講嘛嘅，你給我講一擺。我講哦，佢就唔是讀嘅啊。 你呀，他就停定啊！迄老清楚音講清楚。啊，講唔是誒，講樣會講哦，都無效啦。太子，迄老清楚音講清楚，有按難咩？迄個唔係嘅條牌名聲清快，嘅清楚音咩唔係對人嘅印象無好啊？ 一點哦，你自己要檢討。你對一聲音哦，互相記得，我做到那一條嘅壞事，我久都冇機會啊！既然安用，我做乜嘅係伊講啊？太子，阿春姨。 也真係身體無好，
甘做的唔好本记，搁按炒饭嘞。就算迄位都阿春伊，你委屈下做得无？有进同的时间，因做的事情，唔像迄位都七家。爱做的本人妈，迄个搞好无妨嘅欣赏。唔过都也时间，我希望你唔好搁本记按炒饭，按有 update 的，唔对无？你这个上色上款啊？上帝阿拉，观音娘，你着爱有慈悲心哦。我母卡拄个细年哦，啊无简单，这样安定下来的。我唔许指示哦，啊你着唔好本来破病啦吼。遐个世界哦，我真钱无破病的权利啦。我保平安哦。平安无事情，听说不会有事情的哈，不会有事情的。报告主任，找我有事啊？报告主任，我是来跟你解释打架那件事情的。其实，我先问你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接下来呢？接下去是什么啊？这跟我打架有什么关系啊？报告主任，不知道。程度这么差，连《三字经》都不会背啊！教不严，师之惰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行为偏差，我们学校老师没有把你教好。不关莘莘老师的事，都是那两个痞子哦，欺人太甚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你看看你怎么翻的啊？好，死掉的那个人好像是我丈夫，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，看起来都很像。啊？孔子有丈夫啊？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啊你啊？嚯，秦主任真的很会牵拖哎。一下子怪莘莘老师，现在扯到孔子头上，唉，算了，为了阿春姨，我要忍。对不起，秦主任，我下次会努力的。我今天是来解释我打架的那些事情。不用啦，杨淑慧已经帮你解释过了。你要英雄救美 ，OK， 没问题。但是打人就是不对，依照校规。处罚是一定的，我知道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我会回去写悔过书的。不必啦，还写悔过书啊？啊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写的这些悔过书啊，都可以集结成一本厚厚的书了。啊，回去啊，把《三字经》抄10遍，还有刚才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找出来，也写10遍，知不知道？谢谢主任。陈大志。不要担心校外那些混混在找麻烦，以后遇到这种状况，直接告诉主任就可以了。我们学校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大志，秦主任没误会你吧？谢谢你帮我先跟主任讲了。应该的啦，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跟他们打架啊。刚刚主任没有很机车吧？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机车哎。他罚我抄《三字经》。还有订正国文考卷错误的翻译题啊！那很简单啊，我帮你一起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上次你帮我，这次换我帮你啊。好啦，走啦。哎，
不过秦主任干嘛要你抄三字经啊？谁知道啊？不过抄三字经总比写悔过书还好啊。也对吼。阿春姨，阿春姨，醫生講乜解啊？隔壁無同眼睛啊，剛剛看到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大人咪，你乖乖嘛，来，阿春姨爸爸，哎呦，爸爸，哎呦，乖，阿春姨啊，唔是快刀啊，早去医院哦，做治療就好的啊。哎，媽唔係乜嘅炎症啦，之前哦，外傷都挺嚴重嘅啊。哦，太好了，也係阿春姨不平，一年就慘咧。錯啊，係講阿春雨事體咧，我哋鄉下產哦，要去流浪嘅。伊遐種師傅做，請互拿訂書機頂起來啦。哎阿春姨哦，無按乖就死體咧啊。阿春姨，咁你醫院怎麼行很明顯啊？哦，一不平哦，迄程度無相同啊吼。阿春姨哦，請強胃嘅啊，唉，迄講哦，一擺醫院哦，無發現哦，個溜嘅毛片哦，無聽錯哦，哎呦，高一層嘅細嘅毛片哦，真嘅變成大嘅毛片哦。所以阿春雨還係有片哦。阿春姨，你也係敢會氣唔舒爽啊？唔對啊，唔是笑啦，吼，我哦，會聽醫生嘅話，吼，愛去醫院就去醫院啊，愛食藥嘅啊就食藥嘅啊。阿春姨，你看起來精神還以後呢？迄當然咯，哎，我哦，還較有力氣哦，來修理你條啊。阿 K 啦，草案部你嘅特色咁有多啊？哈？還有小玉啊，你嘅天哦冇怪吼，哈？哦，阿春雨有變成等人進行嘅母老虎哦。講乜嘅啊？講乜嘅啊？呢笪特色，呢度數。好咧啦，春姨，莫見咧，安尼病都唔會好。晨晨啊，唔用啊，我啲天花度躺日上清冇力呢，你嘅心情冇好啊？我知道，我去搞董事牌。實拍？咁會是用到按嚴重嘅事啊？阿瑞，唔掂喎，做一個先生，做唔得了解學生嘅心理，做一個學校嘅教員，又做唔得讓學校滿意，按樣冇按做實拍，還有迄個形容詞咩？有啊，冇能力啊。冇能力，怎會實拍？個意思係咪強樣？晨晨啊，其實我咩唔知我用乜澳門而較好啦。不過我有看到人對到裏面還有太子了條細人嚟嘅用心嘛。其實做人最重要嘅都係對得起自家。你吼失望咧，騙人啊，聽錯感受會多啊。可能我係冇那失望啊。其實個太子雖然都清楚應該性關度係個叛逆嘅學生，不過老前幾十年來比，佢冇級別嘅科目變少咧，咩都要來上課啊。雖然係忙到高標準，不過佢已經有進步咧。其實我本來都知道太子唔會差咧，你敢別發現啦？雖然太子平常時哦冇乜個惡講法，不過佢係行動派呢，一下做得老承諾，付諸實現嘅人，比嗰條哦日日都啱唱高調嘅人哦好太多咧啦。故說啊，以後咩冇按實派啊，真嘅咧啦。阿麗，希望你我的心情又較好啲誒。
好啊，佮为了鼓励你吼，来送俾一件吼独一无二嘅礼物咯。买个东西啊？你看。我老今年哦，提前嘅日头落山啊，送俾你了呢。你都爱用偏什么饮料？冇啊。佮看吼，天时地利人和啊。佮无日头落山哦，要咩物嘅啊？有数啊，多俩下吼，我真要送俾你啦。哦，今日应该欢喜了。按用含啦吼，表达我心意呢。我唔可以用啊。真厉害 ，kiss。kiss。我看迄 kiss 哦。龚先生啊，你爱用公司哦，太凶了呢，我哦会挡唔掉。欧巴啦。今明系轮到台剧变数咩？你有文班哦？无啊，我看佢还蛮转来，可能好解释眼前度，都听出佢录体内啊。干你赶走的老爱老谁训练偏数，星期呢谁啊？听出你写偏手，你又喊搞 PSP，我还听出你写偏手，我又唔系头脑有问题。因安用公司唔错嘞哦，台剧嘛喊都好高，老谁么要又讲又笑，你怎么该会听手机把码子，唔听手爱啊？几把码子？我冇会讲啦，我嘛是请定金入费啊，我会用同理心对待我的，剩下老爱老偏数亲戚呢。莫为到爱我同你碎偏手，都讲太子头好甲把码子，几咁无聊嘅人，又冇有咩感，又唔好讲法，你又什么同佢约费啊？佢甘又入费，我唔知啦。我是系下课哦，看到佢了又改什么嘢，都做人当过又讲又笑嘅。正经要改啊，心太子不笑。错啊，佢个表情动机车诶，韩国哦，佢动讲见笑个种啊，超做作，真的像变态。讲见笑，算了啦，唔好本人打就好咧，佢变偏手了。杨淑慧，你字写太漂亮了，这样会被秦主任发现啦。哪有人会嫌字漂亮的？你很好笑你模仿一下我的字，这样才不会被抓包啊。好，好像你很有经验哦。夜路走多，总会遇见鬼嘛。你那里正确答案找到了吗？你看这里这样翻有没有错啊？我看。这翻译对啊，不然我们来比赛，看谁抄得快。好啊，互怕互。陈太子，你好可走内戏。做那些唔是老人报告吧？今比轮到你偷听呢，你敢的？我等一下就会偷的啊。唔是啦，送来给报啊。我老豆你好高优势，都好心听说你变数的。你会知哦，你爱事情，迄同什么约费哦？故说咧？原来阿克讲的正经的哦。你做乜按警钟啊？我哪有啊？错啊，按新币做嘛解？我真冇去参与到啊。等下，
小鬼啊，过几日哦，我都会拍不冲过的咧。然后叫我来我间房啊，读技术课啊。好啦。真系过下啊。啊。小鬼，警察洗妹迄卖啦？妈去洗妹啊！你想要冲洗妹迄个？你无适合啊！你把刀我讲下来，就强烈爱用呀。我每次 baby 开始胎啊，过来吼过少过重，上来讲吼青春期的呢。你到底想要冲乜嘢个啊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干了啦？有洗妹人啊，为到你争风吃醋呢。你喺心肝度吼轻松迄么啊？你想太多了哦。那有洗妹为到我争风吃醋啊？拖下个心嘅反应敢係咪？大家哦通动清楚呢，唔會差啦。佢哦，手尾莫爽快，老愛偷聽來啊，唔好去爭風吃醋啊。咁咪愛樣？假使你唔知道心裡喺吃醋，竟然拖下數據，空到愛叫做乜嘅？我出講有妹妹哦，係啲嘅事業之嘴硬。用呀，你啥辣不辣？唔係佢辣不辣啊？佢係班上嘅同學楊淑慧啦。叫傳簡訊俾我。佢拜六有約我啊，唔過我冇想要去啊。有妹妹約你出去呢？人哋假錢嘛嘅啊？人頭腦喺做乜嘅東西啊？我頭腦，向來冇搶嘅東西啊。係啲嚟啦，其實聽錯嗬，係恐龍咩嗬？唔咩啦。我看嗬，人係裝得死面好嚟啦。佢雖然看起來嗬惡曬曬，不過上到嗬係唔會差哦。你真見我係真無聊誒。我冇想要出去，係因為我冇想要本洗妹搶啊。佢邊楊淑慧哦，聽說我寫3、4斤，還有搶我是甜不辣啊。你哋哦，本洗妹出錢哦，親我面子啊。嚟啦，日本嘢。做乜嘅啊？非常洗妹人嗬，係做一下洗爛人嘅戲片咧。二禮拜嗬，做唔得下面子哦。你做乜嘅敷衍對我咁好？帶啲兩隻總條嗬，有啲無聊啦。尋到嘅事情來搞啊，準備下心情啊。神經病誒！你頭腦係做乜嘅東西啊？顯顯嗬，係老人冇強用嘅東西啊。好嚟啦，本日啦，你係唔識咧，見咗再睡啵啊！安子寫。好啦，再。陳先生，我問你個問題哦。冇個問題啊？你哋啊，洗妹嘅，你中意希臘嘅狗，還有是乜嘅啊？你唔係當會把馬子，我哋得做乜㗎？係講我本人唔出嘅意見，可你冇把到馬子，實來怪我唔到當衰。你冇想要老外講就算咧。免做乜嘅安處啊？我係問使用。幸福橋啊，係溫馨呢。朋友啊。沒關係呢。阿瑞，
叽叽咕咕的，同佢讲嘛个啊。哎，晨晨嘛，唔甘伫太子遐洗过哦，我一直新的女朋友去约会了呢。唉，真紧哦，青云献祭啦。哎，你到底乜嘅時間要人去約會啊？我有唔嘅女朋友啊。哈，我都你幾件咩客了呢？那你老有咩客啊？等下，你頭家下講嘅話有兩個問題誒。第一個問題係，太子之前有女朋友。咁咩心意咩？心意那係啊，你莫亂講法哦，記得哦，唔要咁管閒。還有一個問題哦，係太子新嘅女朋友係用版型啊，咁係太子之前為佢出頭嘅楊淑慧啊。唉，我因為第一個細妹去問人。哦，原來咧死鬼嘅哦，係用英雄救美咧樸素哦，哼，真嘅哦，無創意呢。我啊，將佢夫妻本太子前去約會啊。OK，你本佢前去約會？因為啊，有問題啊。你按用做，唔係變相鼓勵佢談戀愛咩？哼，談戀愛真好啊！誒，報紙當中講哦，談戀愛啊，做得減皮，還做得哦延長壽命呢。你唔好人係第一條，你冇知道高中生一下談戀愛還得做咩？咁會？啊，佢咧細個哦，都有女朋友嘅咧。唉，太子哦，比佢還較大啊，因為做唔係談戀愛啊。我講迄個隻細妹自家主動請太子嘅呢，假使太子哦去切佢，哎呦，真冇禮貌啦。哎，你呀啲啊，太子哦，已經比同年嘅學生嘅落後誒。哦，冇知道佢應該老精神法都功課當過，係冇用做地老精圖對轉啦。唉，書吼愛讀，高中生啊，這種純純的戀愛，咩會談啊？也冇會後悔成癮呢。純，我看哦，係純啦。你高中嘅時間係唔係暗戀學習咩？暗戀老交往冇強用啊。哎喲，這種哦，強勢愛戀嘅字面哦，係強用嘅啊，掠到啊，都會嚇你擺肥呢。嘅咩看係乜啥？你唔係講愛因材施教咩？好啦，我哦，冇想去讓你長掠到啦。哎，你到底乜個時間要讓我去約會啊？看你哦，想愛去 H 戲頭嘅，也係 M 戲頭嘅啊。同佢講乜嘅啊？你面暗房做乜嘅啊？哦，我講嘅 H 戲頭嘅哦，係好樂迪呢，係 M 戲頭嘅係麥當勞呢。哦，你咁咩話到啊？嘅天府橋放學了沒？放學就13站一啦。哎，假使你喜歡去個兩站比手，我真係便宜啊！好，快點呀！再見。哎，記得請啊！好，再見。大志，嗨。那个我们要去哪里？都可以啊。你想去哪？那我们边走边想好了。好啊。这时候是不是要找个话题聊一下？但是要讲什么啊？大志，你看过《哈利波特》第7集吗？我在电视的电影台有看过第1集啊，但是才看一半
那心仪就抢着说要看偶像剧。我是说小说啦，电影只演到第5集而已。大志，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啊？我没什么啊，就帮忙整理民宿啊。哦，我听我同学说过，是一家音乐主题民宿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只要是来我们民宿住的人哦，就可以听到很多摇滚音乐。只是那个笨蛋心仪哦，会把 CD 放错。有一次客人来啊，他居然差点放成沙发音乐，超白痴的。你跟那个心仪好像很好哦。还好啊，为什么这样问啊？没有啦，我随便问问的。那个，你今天戴的发夹很可爱。真的吗？我挑了好久，我还怕很幼稚哎。不会啊，很适合你。那等一下你再多陪我挑几个好不好？嗯。等一下我还想去逛一逛，买件洋装。那买完衣服，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。对。我有听讲吼，乌族的雪梨啊，有3姊妹岩，澎湖的青米有猛虎岩，没想到安尼查克吼，要临发嘅猛菌做鬼。猛嘛的菌啊，你讲，莫乱讲哦。哼，我又冇讲迄年，迄年出个神明啊。你讲。佢太子只有去约会，你有冇听你看啊？伊约会关系嘛个事啊，我有当多事情去做，我就冇想要打扫我嘅时间，拖安抚了个人心吼。你的意思是讲太子约会会浪费青春哦？我就冇去同人讲法。哈，你冇去老人讲法哦，我日嘞要真无聊呢。是咪小姐啊？假使吼你中意太子，你哈替我主动出击，无吼佢本人叼走咧，莫怪我冇让伊讲哦。我又冇介意心太子。今后会暗用啦。对，吵什么？大志，你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好看？红色啊，红色比较适合你。真的吗？这颜色会不会很幼稚啊？好像很装可爱。不会啊，你本来就很可爱啦。你好讨厌哦。那里有洋装，我想要买一件洋装配这个发夹，你帮我挑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看？多少钱？总共4800。你刚会不会很无聊啊？不会啊，怎么会啊？那我们等一下去前面照大头贴，照完再去看电影。哦，好啊。谢谢。走吧。我帮你拿。做伫后，就绿皮肤卡，然后心物尴尬，像铁丝坤，还较上前神奇耶。我们上去前面逛逛吧。好啊。什么呀？用绑嘢拍条那么，我绑到乜嘅时节啦？
来看吼，伊将出落去染头蓝毛，哎呀吼，讲做你染一只黄色的呢。乜嘅黄色啊？啊，我都记识睇嘅人啊。哎呀，应该心肝肚吼，宋妹啊，永久都会35色啊。哎你嘴暗甜啊！哎，讲正经的啦，来啦，你落去染头蓝毛好，你落去染头蓝毛啊。哎啦，我听讲哦，染头蓝毛对身体唔好，也好哦，我惊死咧。唔看啦，我个绑头蓝毛也冇剩几条啊，还绑起就好个啊。宋妹啊，按样绑下去吼，会变做公头哦。但有按好小，嘿你绑就绑咩？宋妹啊，这以前哦都讲冇事情的咩，颜色嘛给哦。春怡，哦，你看我带什么来给你？这些啊，全是高级的燕窝、灵芝还有珍珠粉呢。阿干妹啊，我的病又没有很严重，也没有住院，也没有不舒服，你不用弄得这么严重啊。哦，这些上等货可是我托亲戚到处找才买到的呢，你一定要收下啦。哎呀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收不起啦哈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叫我承担不起不行啊哈。对我来说，你就跟家人一样，一定要收下。宋梅啊，我看哦，阿干妹对你那么好你们两个啊，干脆结拜当姐妹好了啦。阿磊啊，我跟阿干妹结拜做姐妹，你就要喊她阿干姨哦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阿干姨你好。橘子阿姨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？不要叫我阿姨啦，我没有跟春雨结拜。哦。你那么急着要去哪？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好像在躲我？啊？躲你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因为最近要去 pub 驻唱嘛，所以我想去唱片行买几片 CD， 多挑几首歌回家练。哦，是哦。阿磊，我最近有学几首客家诗，我念给你听好不好？啊？黄昏的故乡，天空真青，有时出香江，有时飘彩虹。故乡的天空像一束诗，用爱童年的梦，用爱童年的花。怎么样？这首不好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还有别首。对。橘子，你学这干嘛？你不如去背一些唐诗，你也可以教哆来咪啊。要不然你去背一些泰戈尔的诗，也可以教大致嘛。哎呦，那些他们学校会教啊。而且你不觉得我学一些客家诗词比较可以贴近你的生活吗？橘子，我们是好邻居，也是好朋友嘛。那你开的杂货店又是我们民宿的补给站，哇，真的很珍惜这份情谊。珍惜，好啊。哎呦，橘子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希望你把这些力气跟心思留给喜欢你的男生，这样对你比较公平了。阿磊，你不喜欢我？难道我们不能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吗？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说，我的心很脆弱的。你如果拒绝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昏倒。你想一想再告诉我。哦。阿克啦，你敢有看过太子的女朋友？你会讲就拢改改，还是大头贴改改啊？哈？有两改哦？送落冻强，唔过系强改啊。哦，送落用选用啊？就拢改改，可能清楚啦。大头贴改改哦，送到冻等一下啦。
嘛当然是这啦。迄大头天还是看出起一毛。至少模拟安样学西西啊。俺迄大头天嘛是会菊花啊。之前讲的毋系假的啦。上摆台州都该洗训，咱落去食手机，加早什么个送东来，嘛当有礼貌的。用机客，你还都了偷食东西，你监督的批单应该会办了哦。嘛个偷食啊，咱会讲名字才开始的。再讲，咱当面洗训总是水毛，咱改批单哦，我可能咱什么会恶做啊。无啦，啥嘛要细群啊？算个几步好咧，俺去同一饭啊。就这样有人爱问批单，可能今日真系卡到因了啦。你什么讲迄台剧办红诶？安尼安怎有气质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啊，去讲法嘛忒好笑咧。你等阵仔老批单无好了。是，敢若晓是，敢若做金毛，是毋会听通啊？你批单头量啊，吃甲饭啊？哎，喜米，长心意。嘛该死啊，手不用赔了。也去帮伊。嘛个东西啊？唔知唔敢有中意，是梦要前伊天数爱头天来啦。哦。喊得你下个咖啡哦，是咪阿姊去那边买的？哦，台机送来个。哦，太子阿哥老师妹去有飞，新关度喊上等是咪阿姊哦？唔好乱讲法啦。我无乱讲法，迄讲太子无想到你，做嘛个会买咖啡送给你啊？买一只东西。迄都会想到几3年，过后看遐只东西，敢有适合？有伫兼迄青菜托噶，爱真无稀罕诶。迄讲无中意，敢做得送分啊？爱吃到遐咖啡，请等一下。计生意无适合啊，俺当伊讲买伊该补你哦。哦，好啦。其实爱伫是咪阿姊个新关度，还是真欢喜个。哎，你怎么突然会跑来啊？我来看看男朋友的房间啊，很奇怪吗？男朋友？我不是你的男朋友啊。我们……大志，你喜欢上别的女生了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我男朋友？杨淑慧，你误会了啦，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而已啊。好朋友？你跟我约会，还一起拍大头贴，晚上讲手机，难道这是一般好朋友会做的事吗？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这样会引起你的误会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喽。
哦，真的很丢脸呢，还把大头贴贴在手机上。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大志，我不管啦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大志啊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沈大志，我要洗衣服了，把你跟阿姐脏衣服拿出来。陈心怡，沈大志，如果你一开始就喜欢陈心怡的话，你就不要跟我约会啊！太过分了。什么？歹势啦！杨淑慧迄吴菲爱迄个男朋友，据说将要对你发现，歹势啦！歹势啦！什么人哦，有样麻烦呢？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携手